今仔日有上台语的家教的课，有开始进前是发音，就一直注重发音，看讲讲搁讲对老师伫练伫念音有倒一个音有歪去有走音去。发音的方式有无注意着，有颠沓。毋过即马开始就是会注重讲一寡爱记的物件，像变调。进前变调是拢想讲嘛无要考试，就袂去家背嘛，因为叫会晓讲台语啊，无就是会晓听台语的人去学这若毋是为着考试，是诚痛苦。有趣味就变无趣味啊。毋过即马就是为着爱明白讲全拼音的白话字啊，一般的全拼音会是用白话字来写。台罗的话嘛较罕看到台罗拼音是单独出现，一般是像注音，华语的注音共款就是为着好助，为着好助讲即个汉字是要安怎念，就亲像咱即摆的华语的注音共款只是为着要甲你讲要安怎念。若讲你无去学迄，嘛无要考试，其实你着字典安尼试咧，伊拢有音档，安尼用听的嘛是可以。毋过因为讲我即马若开始要写文章，开始要学文字，就是拼音，也是爱去注意。若是讲拼音无拼袂出来，无就是别人用全拼音，看拢无安尼嘛足可笑。就变讲敢若看汉字0汉字尔我即马就是会当学，就尽量学嘛无讲一定爱学甲安怎，啥物会当学，啥物袂当学。像我漳州腔啊，阁有泉州腔，迄两种我拢有学啊，是拢无差啦。即马学的，其实你爱去找啥物同事啊，啥物一直讲台语的机会，其实嘛无介济，一般拢是伫网络顶头去找即个环境。无就是上课的时阵，找着老师，无就是读册会上济。读册会会当去听，一直讲台语的话是较无啦，就是甲查某的同事两个拢有共款的想要练习台语的即种意志，有即种想法的人斗阵。就用台语来对讲，这是有啦。其他其实就较罕讲去找一个身躯边的人，就用台语来开讲。一般我嘛是讲用日记嘛用台语来讲，我生活中的一寡代志，就为着会当练讲，甲你的想法用台语讲出来，当然嘛是搁爱看一寡册，看一寡文章，无就每摆讲拢这几句，嘛是有上台文班去练习，就是豆豆
拢有讲去加强。即马就想较开，就知影讲每一个人的进度是无共款的。有人学这足紧，有人学这就像我来学这是学较久。毋过咧嘛是学会起来。像即马讲清音、录音、录音、清音。嘛是会当讲啦，无讲有啥物发音是有较袂爱定定练习，会定定爬记会保顺。毋过呢，嘛袂讲安怎练拢练袂起来，应该无遐歹练。就是拢是开时间，搁有练习，去豆豆累积。台语嘛是讲加听，听久啊。捌字的词啊，搁有字就变济啊，拢是共款，就是伫伊这方面去落功夫，就是会较进步。别人可能伫别种所在去落功夫，拢是诚好，就是莫讲失志，失志就是无想要拍拼，认为安怎做拢无白了工，无彩工，嘛。所以若讲会使有一个目标，像我对面的同事就伫学日文、日语，这拢是诚好诶。实在毋免讲去练习啥物学啥物，就逐摆拢伫问讲，这哪有意义啦？这哪会学毋对无？投资错误咯。莫用投资，有对啊毋对，以后有会当回收无？莫用即种想法，因为咱即个人生啊，就是做侪拢伫计算。安尼算这算迄，安怎算拢无值。天公伯一话安尼，千算万算。所以讲，就是有兴趣，嘛袂讲足痛苦，也着用心去学。进前就是学英文，实在是，着一直讲诚痛苦，听无啥物成就感。而且学英文就是讲，我爱加强，无啥物骄傲的感觉。只是想讲，英文无好会要用到的时阵会诚惨，惨。若即马去学较有兴趣的感觉，就是台语有淡薄仔是讲，家己嘛有兴趣啊。学的就较袂想讲做有压力的。嘛拄仔好，这程度嘛无遐歹。像英文的程度是有较歹淡薄仔，去学起来较食力。若是讲有兴趣，搁会得过嘛。拄仔好对英文嘛无特别的兴趣。若运用的话，运用英文是较毋知影去安怎运用。毋过台语的话，就是会当讲，像我即马就是会做一寡台语的语音的日记，这嘛是一个作品嘛，若以后有机会啊，嘛会当用台语文来创作。这嘛是会当发挥。若你讲用英文来写作品，可能就是搁愈远啦，就是讲，即马心情豆豆较平静，袂用这讲成功失败啊，学台语啊，真见笑，别人安尼已经学甲遐功夫啊，功夫真紧啊，
别人要嫌就嫌，就算台语讲啊诚好，嘛有人嫌讲你为何要讲台语，就是讲，若甲即种想法拢家己放开，就是莫去想济，人爱嫌就罔嫌啦，互伊嫌嘛，互伊讲嘛。伊讲这其实阮若讲，认为家己诚好，诚有自信，话就在人讲的。伊讲伊会无法度甲我伤害。即马就是讲，会去加强我家己的即种对家己的认同。对，就是我对家己可能无够认同，就一直认为家己是一个台语无好的人，学物件诚含慢，诚无自信的人对家己的认同。那若即摆我开始就改变对家己的认同，就是讲，我嘛有找一寡方式，就是爱安怎互家己好记，爱安怎伫咧练习的过程中，去吸收一寡台语的知识，而且我嘛做有心，就是讲我袂去讲别人拢讲，这哪有需要遐拍拼学啦，学这要创啥？这是别人的主张。我对家己的认同就是讲，别人的想法对我来讲只是参考尔。我会想讲，我想要做啥是问我家己，也无逐家遐济人，八喙七尻川，十喙九尻川，就是这意思啊。遐济人遐济意见，变讲安尼落来，我就知影讲爱听家己的声音。我嘛拢去学啦，我嘛袂讲敢若有一种标准，所以我较袂去考试，因为考试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啊。即摆就是讲，就是讲若做即件代志，互我家己讲，有一个，我有一寡方式，嘛有看着家己进步，就袂讲无力，就是嘛袂去生气，毋免用即种去希望别人有啥物反应，要求别人重视啥物搁啥物，其实嘛毋免安尼啦。就是讲，这其实是互我家己看着家己讲，别人无认同，无赞同，这无代表讲这代志是错误的，是无价值去拍拼的。只是讲，每一个人的看法多数人的看法是安尼尔，敢若会当安尼代表。第二点就是讲，我毋是讲做这项代志上简单、上有天分，毋过呢，我嘛会使去做看觅、试看觅，莫互家己限制。以早咧想讲，学语言的物件，都毋是我的专长啊。我若开喙，迄发音无正，替互人笑，这就是我上弱的所在。即摆就无啦，即摆就想讲，这无啥物分好歹，无去拍分数，拢无。其实，就是学啥物物件，做啥物物件，就是做兴趣，学兴趣，安尼上久长。若讲做啥物物件是
足痛苦的，足惊输的，足惊甲人比较，足惊替人批评。这当然就袂久长啦。就举一个例，就是亲像讲，我想啥物例咧？像讲做一项代志，就会想讲，我若本来就对这方面无啥物基础，无啥物天分，那安尼就足惊投资，足惊伫这方面投资，惊讲就爱比别人搁较够工。若安尼选来选去，其实就变讲是一个限制家己的想法。那即摆就是讲，会着我这方面可能基础较无好，我本人讲华语就讲啊有淡薄仔音就无准啊。伫读大学的时阵，就替人问讲，你讲华语你是侨生侨生，毋知要安怎讲吼，你是侨生无？就替人安尼问啊，侨生嘿。就若是因为安尼，就想讲所以我爱紧我敢若会当写文章，因为我读国校的时阵，就国文就特别好，对文章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文章要表达啥好歹，伊文章内底伊想要表达啥物物件，我特别敏感。若是讲安尼，我敢若会当去我敢若会当去做即种拍拼，安尼就真正是限制，互家己限制啊。即摆我就是放互轻松，因为放互轻松，你毋免去计划去算啊，算来算去，看倒一个投资，上就是专注伫遐，会比别人飞搁较悬，走搁较紧，就开始去替家己去规划、计划，其实毋免安尼，就是一切就是随家己的直觉，想要安怎做，有即个热情，就去做看觅。热情，今仔讲甲较短嘛不要紧，因为今仔就差不多就是开始有去搁进一步去学变调，嘛讲想讲其实安尼，其实心内嘛是会有充实，想讲家己是有伫进步的。这进步毋是像以早足惊吓讲，我进步的所在，若毋是未来工课上啊、生活上会使趁钱迄方面，若投资家己，结果投资错误，造成讲真正讲会当趁大钱，保障家己未来。迄方面无去投资，就会郁卒懊恼。即摆就袂啦，即摆就相信讲一切拢有天安排。来地球就是体验这过程，毋是讲为着去赚足侪钱，来互家己啥物后世人搁较有安全感，有即种想法，这想法拢无去改变，拢足惊吓的话，这就无去培养安全感。哪有可能讲因为有赚淡薄仔钱，就开始有安全感？
这就是生心灵讲的，一个人有安全感以后，伊就会认为伊欠的钱有够济，有够用，而且未来伊嘛会继续拢会趁钱。并毋是讲等我有几百万以后，我较有安全感。这有印证啦，就是讲有诶人啊，伊就想讲伊遐厉害，伊拢去遐大诶公司，啊嘛是做主管啊，爸母佫遐有钱，佫遐济人就是对伊印象遐好，伊应该就是有自信啊。无呢，伊无自信，佫安怎优秀诶人嘛有人有自信，有人无自信。所以讲，毋是讲一切拢比别人佫较好诶人就有自信。颠倒比是讲一个有自信诶人，伊就会认为，其实我安尼嘛袂歹啊。我即摆就是爱培养诶是自信，毋是讲，就亲像台语是共款诶道理。今仔毋是讲，我台语讲甲诚好，以后我较有自信，我较开始开喙讲台语。毋是诶，就是我就开始讲台语。虽然讲无好，毋过我就有自信，认为家己会愈讲愈好，有一天会讲啊诚好。就是安尼。这观念就是无共款诶观念。我即摆嘛是豆豆仔地培养。培养这观念其实嘛是爱家己去做。我嘛即摆有开始拢有伫做。就是安尼。